我！去，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，拿回金钥匙，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。千影，二公子，千影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于王府事务，没有抽空陪你。你可觉得孤单？还好，有王妃每日陪我四处游玩，而且每晚我还要配合心法内功，加强这冰肌雪肤膏的药效，并不觉得孤单。那就好。让我看看，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来，青影，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客栈遇劫的时候，我对你说的话吗？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郊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其实，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青影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是那样的美丽。这是我吗？这真的是我吗？是你啊，这当然是你。青影，你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、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。
还要叫我二公子吗？叫我英奇。英奇，多谢你，你给我的不仅是一份美丽的容颜，更是一份难得的温情。星辰如马，画不穿雨中的他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时的光速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？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，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，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。你什么都知道了。该知道的，我都知道了；不该知道的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，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？不要撒谎，说实话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杀了我吧！虽然你没有喜欢过我，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走吧，还有你的师弟。你们都走吧。你说什么？
你要放了我们？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精兵，你们逃不出去了。拿着这把匕首，以我为人质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？我自有办法，别犹豫了，压着我冲出去。范千影、叶补生，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，我还能替你们兄妹2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让开，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！混账，还不让开！快让开，保护二公子要紧！慢着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？丽妃娘娘吉祥。哎呦，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，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快坐下，喝点茶吧。哎呦，哎呀，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，开始取笑我了是吧？哪有？我生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？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，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。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，没什么稀罕的。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啊！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，特别丑，你别笑我啊。咱俩一块长大，我还不知道你。来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好看吗？哎呦，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，果然是见不得人。不过没关系啦，你的猪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，不会嫌弃你的。这个不是给猪哥哥的。荷包是贴身之物，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，意义非凡，不给猪哥哥给谁啊？这个荷包是给皇上的。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。我是对皇上死心了，我也正在努力对猪哥哥一心一意。可这是猪哥哥嘱咐的，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，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，所以我才修的这个荷包。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很矛盾，很痛苦。薛姐姐，等我们查出了内奸，找到了铜匣，撤出紫禁城，猪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。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，我真替大师兄开心。
应琪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，还是叫你二公子吧。二公子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你们快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如果下次相见，绝不容情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撤！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让他们跑了，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？快，在我胳膊上砍一刀。啊！这还不动手？一欢，明天是你的生日。这个呢，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，赏赐给我的蜀绣，连皇后都没有呢。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？一愿吃遍天下美食，2愿穿尽天下美衣，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。所以啊，这个珍贵的蜀绣，我就转赠给你，作为生日礼物。真的好好看啊！雪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。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？对了，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，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，连召见你、嘉奖你几句都没有。哎，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。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，指不定有多开心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，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，你猜猜是谁送你的？什么呀？哇，石头小猪，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。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。大师兄啊，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，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，放在我这儿，托我转交给你。你的猪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，系在心间呢。可是我手太慢了，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，猪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。没关系，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，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。大师兄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满足的。王妃，您慢点儿。我要再去晚点儿，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。不会的，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，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。叶姑娘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。你若被王爷发现，性命就难保了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？王妃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，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，随你一起去王府。不行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。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，但她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，跟你去浪迹天涯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王妃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去见二公子。我用的手法很轻，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。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，和我一起救二公子。
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，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。父王息怒，是孩儿一时冲动。当孩儿知道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，很是气愤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，于是跑去和他对峙，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，孩儿奋力抵抗，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，孩儿才幡然醒悟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爷，都怪属下无能，竟然让那2个奸细给跑了。父王，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，与石将军无关。是吗？来人！王爷，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！父王，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二公子固然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啊！父王息怒，孩儿知道错了，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。你知道错了，你错在哪儿了？孩儿错在明知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，却妄想用儿女之情，企图打。住口！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？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倩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都小心点啊！要是把他掉下来摔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。小心点儿。李公公啊，宜欢姑娘。哎啊，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？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，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、皇后啊，所有的后宫嫔妃，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。哎，他没让你去啊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？哎，宜欢姑娘，不是老奴多嘴，你这个性子啊，你得收敛一点儿。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，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图一个好玩，你还真就当真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幸亏他胸怀宽广，对你又是一番真心。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，竟敢忤逆皇上，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心点儿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
还不快回王所照顾侧王妃去！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爷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。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居然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，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，饶过琪儿。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王爷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。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琪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琪儿。琪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希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琪儿，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。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琪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他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妾妾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儿子。王爷若杀了琪儿，妾妾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
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妻儿，贱妾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王妃，娘。罢了，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妻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妻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就打进去吧，王爷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。妻儿，我们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军令如山。环肥燕瘦，春来秋菊，好漂亮。皇上，妾身祝您万寿无疆，福寿安康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，常常睡不好觉，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。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，既能驱蚊虫，又能安神解乏。臣妾手笨，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，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。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，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，神清气爽。有劳贤妃了。这贤妃的手啊，真巧啊，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。着实，在哀家看来，这后宫里头啊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。
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。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，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，所以呀，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，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，还请皇上尝尝。这长寿面啊，不能断。这一根长面条啊，是臣妾亲手和面，再亲手做成的。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，寓意我大清啊能够清清明明、长长久久。惠妃有心了，朕可得好好尝尝。惠妃好手艺啊！皇上，臣妾恭祝皇上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恭祝皇上皇后龙凤呈祥，早生贵子，让太皇太后早日抱上嫡曾孙子。好，丽妃说的真好。皇祖母，皇后，一起为这祝福喝一杯吧。喝一杯。皇上，您不是有一个笔墨诗书姑娘？听说您一刻也离不开她，怎么今日这么大的日子，不让她来一同庆生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欢吧？这个李欢啊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笔墨诗书，平常伺候朕的时候呢，比寻常的宫女伶俐一些罢了。如此隆重的场合，她岂有资格出席啊？这打理后宫啊，可不比管理朝廷简单呐。首先要紧的是要有平衡之术，这后宫要是着了火呀，皇上可就麻烦了。皇祖母，孙儿年少，还请皇祖母多多提点。那是。朱后妃，陪着朕还有皇后、太皇太后一起喝一杯吧。来。梨花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自己不都想清楚了吗？再也不会上那个骗子皇上的当了，你彻底死心了。那你还吃醋什么呀？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猪哥哥是对你最好的。千里之外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，都不忘记你的生日，还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你再看看那个骗子皇上，后宫佳丽，百草千花，莺莺燕燕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别傻了。怡欢姑娘，叔父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儿啊，为了给皇上庆生，这个御膳房呢做了好多精美的美食。我呀，特地选了几样特别好的，拿给你尝尝鲜儿，啊。叔父，这些都是皇上让您给我送过来的吗？皇上？不是，是我啊。我觉得你平时啊爱吃好吃的，所以啊，我就特地拿过来给你尝一尝，也算是我这当叔父的一点心意。叔父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？叔父，谢谢你还想着我，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，把这个金簪子送给你吧。怡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坐啊！
叔父是个太监，这金银珠宝呢，是叔父最大的爱好。可是不管叔父怎么贪心，那也不能开自家亲人的油吧？这金簪子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啊，叔父，你的大补丸解药是不是快吃完了？我这还有点，都给你吧。一环，这每个月都服一颗大补丸的解药，这也太麻烦了。你问问建清，他能不能研制出一次就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呢？叔父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还让我转告你，不要再去打扰他。他不想被我们所累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的时候，他可是最听我这个大哥的话。爹，叔父虽然不肯认我们，但是暗中多次帮助我和朱哥哥啊。从这点看来，他心里还是有亲情的。他心中虽有亲情，但只怕一旦到了生死关头，还是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的。所以，你们切不可一次给他解开大补丸的毒，而只能每月给他一颗延缓药性发作的解药，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在紫禁城中的安全。义父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无情了？他好歹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的叔父，而且在暗中帮助我们那么多次。太子，在大义面前，无小我。德父在宫中生活了30多年，早已习惯了尔虞我诈，习惯了损人利己。他心中虽然对你我残存了一点血脉亲情，但经受不住生死考验的。你跟易欢身份特殊，而我是朱明联盟的盟主。我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。叔父啊，这个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，我哥哥正在研制当中呢。如果研制出来了，到时候一定给叔父一份。好吧，但愿你们没有骗我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快点吃吧，我就回去了。叔父慢走。哎。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舍不得你，也放心不下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我那么说，只是不想连累你，我怕你会一直牵挂我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
别动，才刚给你上的药。是你亲自给我上的药吗？那我这顿军款挨得真是太值了。千阳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好吗？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驾！玉，樊师姐，吴三桂怎会把我们的底细一下子了解得这么清楚？难不成我们明珠谷中也有平西王府的奸细？不错，咱们明珠谷中不仅有鳌拜安插的奸细，还有平西王府安插的奸细。师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大师兄和师傅他们正在前往滇都，我现在就赶去与他们会合，告诉他们这个重大的消息。至于你还是想办法继续留在吴应奇的身边，再打探一些消息。其实，我担心吴三桂会对吴应奇重罚，也很想回去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，他已经知道我们是明珠谷的人，这次能放我们走，也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。而且，他也说过，再也不想见我。他那只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，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再见到你的。师姐，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他对他父亲吴三桂一切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并不赞同，所以他心里并不会真的憎恨你。可就是因为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才不想再利用他。师姐，我们要做的是光复大明的天下，造福天下百姓。连大师兄都可以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把与小师妹的儿女情长暂时放到一边，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，因为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儿子而分不清轻重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驾！驾！一欢啊，连你的叔父都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美食。人家那骗子皇上呢？现在一定是软玉温香的环抱着，早把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就你傻乎乎的，骗子皇上，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。你就是个骗子！骗子皇上！哟，背着人偷嘴呢？皇上吉祥！行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别装了。皇上，你怎么跟鬼似的，不出声直接进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朕今天啊，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，这不是？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皇上用不着破费，这些好东西啊，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、贵妃娘娘，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，送给我干什么？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、4妃、9嫔，接下来就是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数10位，哪有72宫娘娘？再说了，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？你告诉朕。朕明天就封你。奴婢怎么配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？她呀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。这侍候朕啊，比寻常宫女伶俐些罢了。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，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？
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！什么东西打翻了？醋坛子呀，你没闻到吗？酸死了！皇上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吃醋呢？其实吧，你今天暗中跟着朕，还偷吃朕的醋，朕的心里啊，美着呢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生朕的气了。老大，别生小弟的气了。你还记得，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，我们俩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是朕的生辰，当然也是你的生辰。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！你看，朕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家乡的时候，每次过生辰，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，让你放了祈福，对吧？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皇上你都记得呀？傻丫头，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？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咱们放花灯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放啊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走。慢点儿。哎，啊，先许个愿啊。龙小弟，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，你也许个愿吧。好，那你先许。嗯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放吧。龙小弟，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我手太慢了，只绣了一半，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。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？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？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，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，尤其是那个贤妃，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，我这个……哇，这真的好丑啊！这针脚又粗又细不说，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野鸭子不像野鸭子，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。你嫌丑，你不要不就行了？谁说我不要啊？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，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。老大，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？还说呢，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。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？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，这我明明绣的就是什么呀？朕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绣的是京城第一酒楼的烤鸭，行了吧？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。不过也行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，就拿着这个荷包啊，天天望鸭止饿。哪有你这样的？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，还再落难。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那不行，朕以后啊得经常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？光微服私访、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有10000个想法，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，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了。老大，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，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。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，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，恐怕连小命都没了。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，而是一个匹夫在逞一时血缘。
朝政之事啊，不能急，得从长计议。你要相信朕，给朕3年，3年之内，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。你说的是真的？3年之后，要是没有做到的话，你再怎么生朕的气，朕都无话可说。终于笑了。好了，把这个荷包拿回去，等到你绣好了，一定要给朕，朕会好好收藏着。嗯。哎，其实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丑死了！这眼睛，目露凶光，嘴唇这么薄，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。哟，难看死了！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！朕刚刚埋汰你几句，立马就还回来了。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？是，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，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？而且你生气的时候，特别像门神，很可怕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。今天是你生辰，朕就饶了你。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。哦。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，朕一个都没给。喜欢吗？嗯。老大，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。这些后宫的女人们，平常看起来姐妹相称、谦恭有礼，其实都是明争暗斗，各有所图。朕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给你树敌招祸。当年，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，他们个个要美人，不要江山，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，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他最忌讳皇帝专宠，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，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，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，你明白吗？嗯。爹，回来了。倩影，倩影，你的脸，爹娘，你的脸已经好了。吴应奇在平西王府找齐了药材，配出了冰肌雪肤膏，治好了女儿的脸。又是吴应奇，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难道你跟他……爹，别瞎想，我跟他只是寻常交情。不信，你问叶师弟。啊，默生，你告诉三师傅，你师姐跟吴应奇之间有什么异样？三师傅，你放心吧，师姐是行事有分寸之人，绝不会跟吴三桂的儿子有任何逾矩之事的。好了，先进来吧。啊，进来吧，走吧。东西就在这间房子里，这个地方就是最佳撤离点，距离不远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接应。倩影，你这份平西王府的地形图绘制的不错，一定花了不少功夫。总算听到爹爹的赞许了。其实你爹一直都很疼你的，也以你为傲。不过很奇怪，吴三桂当初给吴应奇的钥匙说是真钥匙，可我从吴应奇那调包的却是假钥匙。是不是吴应奇把这个金钥匙给调包了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而且也不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，他调包又有何用呢？你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，你跟吴应奇相处了这么久，爹相信你的判断。
谢谢爹。如果吴应琪没有调包金钥匙，那应该吴三桂交给吴应琪的，就是一把假钥匙。他想利用樊师妹传递假消息给我们，让我们误以为金钥匙已经不在他手上。这个吴三桂真够狡猾的，他居然学着鳌拜，也在咱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把内奸给找出来。莫生跟倩影在云南1个月才被发现，这就说明咱们明珠谷的内奸身份并不是很高。以后几个孩子的行动只能由咱们几个师长知道，不能让谷中的任何人知道。我和樊师姐调查了很久，真的金钥匙应该就在吴三桂书房的密室里。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书房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这里也是整个平西王府守卫最森严、最难接近的地方。太子，接下来该如何安排？义父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各司其职。樊师妹和叶师弟负责查清楚平西王府的守卫情况和轮岗规律。好，吴师傅，你负责制造出能够接近书房的王府中人的面具，并教我们事先模拟好这些人说话的声音。放心，只要让我看上他们一眼，听他们说一句话，我保证能够复制出连他们自己都辨不出真假的冒牌货。好，四师傅，你负责联络云南边境守军中的内线，散布缅军就要异动的谣言，转移吴三桂的注意力。请太子放心，这些年我在云南边境的守军中安排了好几个我们的内线。好。那我们夫妇的任务呢？是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每个人担子都不轻。三师傅，我记得你在研制一种新的毒药，能让人服下以后四肢麻痹，无法动弹，也无法说话，但是却能够保持清醒，这样就不会让人轻易察觉有什么异样。不错，这个毒药名称叫呆若木鸡散，已在我自己的身上试验过，效果就……那日啊，你三师傅神色如常地坐在屋里，我以为他在想什么事，就没有打扰他。不料2个时辰过去了，他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我叫他，他也不应；推他，他也不动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结果又过了1个时辰啊，他渐渐恢复了原样，告诉我他在试验一种什么新的毒药，叫呆若木鸡散。你看他当时的样子，不就是呆若木鸡吗？好，樊师妹，就由你想办法，把这呆若木鸡散下到当夜值守护卫的饮食当中去。好，我扮成侧王妃的丫鬟，